的呀？狗都送给你了，出来陪我转转，你就那么不愿意啊？没有啊，愿意啊。我就好久没出门了，这来有点不太适应。不是你不至于吧？我不在大连这段时间连门都不敢出。你是不是觉着自己离婚了没脸见人啊？走在马路上看见谁都想起来自己失败的婚姻，特自卑吧？是吧？其实那条狗本来就是送给你的。你为什么送我狗？怕你一个人在家待着瞎想呗。想哭就别忍着，哭吧。好了，没事儿。吓着你了吧？没有，比起那天在我们家，这哪算吓人啊？哭够了？差不多了。我见你哭的人特少吧？除了我父母，还有几个，不过都不是人。骂我呢？我没骂人啊。你呗，又哭又笑，丢人啊！行了，我真后悔把你带上来，多亏周围没人，要不然以为我结识精神病院了。是。啊，你跟韩文静和好没啊？你别跟我提韩文静，谁要再劝我跟他和好，我就跟谁绝交。气这么大呀？越生气越证明你在乎他。不是李李，你以为你是我什么人啊？随便把我拉出来一个地方就开始教训我。我跟韩文俊怎么着，跟樊斌怎么着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你以为你谁啊？这个问题本来我想先提，既然你说了，是这样，周小北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女朋友了。反正你现在也没人要了，我就先接手过来，我先照顾你一段时间，我就当扶贫了。照顾你要觉得好就继续，你要觉得不好，你愿意跟谁跟谁，跟我也没关系啊。不过你看你现在还有人样吗？李李，你敢转过来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吗？这样，你跑什么呀？这样够劲吗？周小北，你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我就是你男朋友了，你就是我女朋友，清楚了吗？没清楚，我再清楚一点。我害怕了，能耐哪儿去了？那天在我们家拖的，给我吓坏了。前尘往事，如梦似幻。想起来还挺后悔的。人生在世，全靠健忘。各项检查差不多都做完了，从目前来看，这是符合手术条件的。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，我帮你们安排手术时间。医生，这手术风险大吗？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，不过，看病人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，如果确定要做，就越早越好。那你们最后是不是要商量一下？我还是觉得最好不做吧。做。到底听谁的？听我的，我是病人家属。那好，我去安排，你们也忙。
大夫，我过一阵想生小孩，你看我身体还行吗？气血有点虚呀。气血虚，影响大吗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现在啊，很多年轻人都是亚健康状态。没事儿，我给你开几副药，调整一下吧。啊，我还要喝中药啊？那我是不是不能喝酒了？这酒性和药性啊，它是相冲的。要想有效果，最好是戒酒。好吧，您开吧，越贵越好啊。哎，你好，医生。哎，胖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啊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身体不舒服啊？我舒服的很，找中医帮我调一下。你干嘛呀？王儿他妈不是要手术了吗？嗯，我心里老觉得不踏实，所以我来这儿咨询一下，看咱们中医有什么办法没有。行啊你，24孝女婿啊？别乱说呢。来，我给你开了几副汤药。我真不能喝酒了？不行。不喝就不喝，走了啊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好，医生。情况是这样，我有个朋友妈妈得了淋巴癌，马上就要手术了，但是我感觉不是特别放心，咱们中医上有什么办法没有？哎，王源，刚才我在中医院碰见你们家胖子了，过来给你妈咨询中医。哎，我觉得胖子这人真不错，你要好好珍惜哦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什么态度啊？服务员，小庄，服务员买单。小庄，哎，小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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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碰我！你干嘛躲着我呀？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不至于吧？虽然我们分手了，就算做不了朋友，也不见得是敌人呢。再说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吓人吗？怎么样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不好。当初可是你一句话没跟我说就分手了，我都没有机会去问你。你还好意思问我？算了算了，都过去了，不说了。你现在已经有新男朋友了吧？是你有新的男朋友了吧？我猜对了，对吧？怪不得最近医院所有的人见我的眼神都不对，原来是你跟他们说了什么。我没有，我只跟一个人说的。可是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，小庄，我做错什么你这么恨我呀？你得问你前妻去啊！什么我前妻啊？你前妻韩文静。韩文静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是不是去找中医了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文静告诉我的。我主要是咨询一下中医的治疗方法。那老中医说可以用保守治疗，这样病人的痛苦少，经济上也好承受。你不要再去咨询了，我都已经决定的事情了，你为什么非要反对我呢？我主要想看一看哪种方式更稳妥，我建议你试一试。要是实在不行，咱们再……实在不行，实在不行，我妈还在吗？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……我不相信中医能够治好我妈的病。我求你以后不要再去问了。文静姐，你可回来了？怎么了？有人等你呢。等我见了。程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等你很久了。真的吗？干嘛呀？有些事情我想要跟你聊聊。聊什么呀？
你怎么了？干嘛一脸严肃啊？脸色好差啊！最近太累了，回头好好给你补补啊。韩文静，咱们俩在一起这么久，我程晓峰有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？没有啊。你可不能听信什么谣言啊！就算是谣言，谣言你能相信吗？真行！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谁都不能动摇我们俩。韩文静，你不装能死啊？我装什么了？刚才给你打电话，你还好好的，你这哪根筋搭错了？你到底还想耍我耍到什么时候？我喜欢男人是吧？我跟你结过婚对吗？你这都听谁说的呀？你还好意思问我听谁说的？谣言嘛，你看谣言你能相信吗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。韩文静，我真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简直就是卑鄙无耻，你过分你！你听谁说的？这个人简直就是造谣诽谤！你要想人不知，你除非己莫为。不是，你要听我解释呀！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就问你，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做的？是。行了，不用再解释了。不是，那是我们俩在一起之前做的呀。喂，李李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话。周小北，你告诉周小北，如果他不跟我道歉，我一辈子都不会搭理他。行，你告诉周小北，我就是跟她老公睡了，而且睡得好舒服啊。刚才电话里说的都是真的？不是，我骗他的。你怎么能连自己朋友的丈夫你都不放过呀？陈小峰，你什么智商啊？我可不是智商低嘛，要不然我怎么会被你耍了这么久啊？不要再让我见到你，陈小峰！你小庄的事他怎么能知道呢？周小北，周小北，肯定是周小北，我饶不了你，周小北！文静姐，这个药一会儿。哎，我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发那么大火啊？我是不是跟你有仇啊？怎么了？每次见到你我都会倒霉。倒霉？是中药，你病了？对，给你开的，你慢慢吃吧。我病了？我什么病啊？你来的真不是时候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。哦，每次来的时候都赶上他发脾气。小北，小北，我正找你呢。我这不是来跟你坦白来了吗？坦白什么？我跟李李在一起了。怎么了？这不是模仿你的做事风格吗？先斩后奏。不是我找你不是因为这事儿。那是什么事儿啊？韩文静给我打电话说她跟陈晓峰分手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她在电话里对我一通嚷嚷，说什么一定要卷土重来，要嫁给陈晓峰，让你看看。让我看看，跟我有半毛钱关系？她就是这么说的。她还说什么？反正文静一口咬定说是你到医院给陈晓峰告的密，因为只有你知道所有的犯罪经过。还有就是因为樊斌的事情，你伺机报复。我告的密？我告的密？他以为谁都跟他一样卑鄙无耻吗？可是这件事就你知道啊，不是你是谁啊？好，王源，你去告诉他，就是我干的，就是我干的，我告的密。要说你去说，我不去。行。哎，小北，你真去啊？我真去啊！我告诉他我干的。哎，小北，小北，你干嘛去啊？韩文静，我还没追求你跟樊斌上床的事儿，你别给我蹬鼻子上脸，得寸进尺。一，我不叫韩文静，我随我妈姓了，请叫我江文静。二，我跟樊斌上床的事儿是个误会。误会？对啊，谁让你不听我解释的？你有什么好解释？我亲眼都看见了。不要轻易相信自己亲眼看见的，亲眼看见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我不相信我看见的，我相信你。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，我真没发现你就是个两面三刀的东西。周小北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到头来还不是因为个贱男人误会我，跟我绝交？你好意思说吗？你都跟樊斌上床，都被捉奸在床了，真是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
是不是你跟陈晓峰告的密？陈晓峰跟你分手就对了。啊，周小北，看不出来啊！平时在樊斌面前跟个窝囊废似的，挑拨离间倒是有一手。我跟你拼！我告你韩文静，就我告陈晓峰，怎么着吧？你别让我放冷箭挑拨离间，这就是你活该的下场。你找陈晓峰啊，不让陈晓峰告你就不错了。有本事你上马过来呀！周小北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我放弃你了，像樊斌放弃你一样，没有我就后悔去吧。我放弃樊斌的，谁说樊斌放弃我的？哎呀呀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干什么呢这是？你也想吵架？我懒得管你们俩这破事儿。来，走，看你妈去。哎，王源，你不许走！我看我妈，你走一个试试。王源，叛徒。小北，人家刚才文静要跟你解释，你为什么不听啊？你别再跟我提韩文静了。好，不提。那提李李，说说，怎么突然跟他好上了？他对我好。怎么对你好了？他送我狗。笑什么呢？都说要么找一男朋友，要么就养条狗，你倒好，两样都占了啊。我现在觉得狗挺好的，至少不会背地里害人啊，不像那韩文静。谁说不提他的？你也别这么说文静。归根结底，这伤害你的人是樊斌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为了气樊斌才跟李李好。你别一击推人，我跟李李跟你跟胖子不一。你跟胖子怎么样啊？就那样。他对我太好了。其实有时候我也想对他好一点，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这明显的是带着补偿的情侣谈恋爱。也许吧。我们俩算是谈恋爱吗？那你跟胖子聊聊吧。再说吧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根本就聊不到一块儿去，有很多观点也不一样。你就说我妈这事儿吧，我都已经决定跟我妈做手术了，她为什么要背着我去找中医呢？那人家还不是关心你吗？我明白，其实我知道，这样对胖子确实很不公平，是我控制不了自己。我这段时间心里特别烦。怎么了？看你情绪不高涨啊，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没什么，心里有点闷呢。是不是还是因为王源他妈要不要做手术的事儿？其实我老觉得王源决定给他妈做手术有点仓促。人家毕竟不是你亲妈，再说了，手术的结果我们谁也不能预料怎么样。王源就是想尽份孝心，我特别能理解他。王源今天把我给骂了。人呐，都是冲自己最亲近的人才发火呢。真的？那当然了。那你平时见过王源冲谁发火吗？还真见过。谁啊？彭永辉。那不一样，那肯定是真生气了。他对你吧，最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，一种依赖，知道吧？王源他妈马上就要做手术了，他心情肯定特别压抑，你就让着点他呗。其实我也知道他工作忙，压力也大。我也是人啊，我也有情绪。你有情绪就冲我发。你？我可不敢。那不就得了？关键的时候看出来谁最亲了。不过这次你要帮王源渡过难关，他肯定特别感动。其实我今天也要跟你说说，该对他怎么样我还怎么样。
王源现在是最需要人陪的时候，你可别在这时候掉链子啊！你放心吧，如果我跟王源出了问题，最先低头让步的那个人一定是我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因为我心疼他。哎，我认识你，娜娜嘛，朋友会以前的马子。你认错人了？不会的，怎么会认错人呢？就是你，来喝一杯。你干嘛呀？这是？我怎么样了？喝酒吗？你怕什么你？你放开我！你再这样我不客气了啊！别客气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摸一下不行啊！你放开我！哎，哦，你怎么打人呢你？我看，报警！报警！就是他把我朋友打成这样的，你看看。对呀，我们这酒喝的好好的，上来就把人给打了。你看这头打的，咋这样？你说？别吵了，一个一个来说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人是我打的，是他先非礼我的。有证据没？他们俩都看见了。我们谁都没看见，我也没看见。你们有谁看见他打他了？这我们都能证明，伤头在这儿了吗？就是证据。那你们是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？赔钱呗，赔医药费。你光赔钱也不行啊！你赔点钱就把人打这样，那社会不乱套了吗？我能接个电话吗？好，打吧，屋里有。谢谢。都记清楚了，进去。胖子，是我是王源。那个，你能拿5000块钱过来吗？我现在在派出所呢。我打人了。哎呀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你先赶紧过来吧。那人我认识，是彭永辉的朋友。什么？他们是彭永辉的朋友是吧？我马上给打电话。喂，彭永辉，你那帮朋友还是人吗？都把王源弄派出所里了，别他妈废话，赶紧过来！王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王源，你没事吧？到底是谁把谁打了？我打的人，他先对我动手动脚的。谁呀？哎，你别再闹事啊！警察同志，没事，这俩都是我的朋友，我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好。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这在哪儿呢？我这人在哪儿？在派出所。哦，你好不好意思跟一女孩置气？大家都是朋友，为这点小事闹到派出所来，多不好看。对，你说怎么都行，怎么都行。不是，这人都打这样了，医疗费总得给点吧？对呀。行，我来赔。用不着，我让胖子把钱拿来了。哎，钱给你。这老彭这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。走吧。哎，老夫，改天我会看你啊。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行了，你们也走吧，以后少惹事儿啊。进来签个字。王源，我送你们俩回家吧。不用，我们自己回去。不好意思啊，同志。这就是你找的工作啊？彭永辉知道？知道。他有一次带客户去喝酒碰上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这事儿谁都没告诉，小北跟文静都不知道。有困难可以跟大家讲啊，大家可以帮你出主意，你干嘛自己死扛呢？我自己能解决的问题，我不会找任何人帮忙，我不想麻烦别人。我又不是别人啊。
你也瞧不起我卖酒是吗？我不是这意思，你愿意干什么我都支持你。可是卖酒是你愿意的吗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哪有那么多愿意不愿意的呀？王源，这活你别干了，阿姨的医药费我出。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种口气，什么这个你别干了，那个你别干了，我连选择自己想干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也没必要再瞒你了。我卖酒，这是我目前赚钱最快的一种办法。胖子，你能帮我照顾我妈，就已经足够了。我不需要你再做任何事情。还没睡呢。你一个电话就出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事儿，我能睡着啊？几个哥们喝酒打起来了，我去看一眼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小事都解决了。哦，老公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为了甜甜，我再也不想跟你吵架了。可是我毕竟是你老婆，我希望你不管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，最起码跟我说一声，好吗？就这事儿啊？好，我记住了。好了，快洗脸睡觉吧。哎呀，这个医院我简直是住烦了。妈，等这包衣裳晾干了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你就会哄我。阿姨，身体好点了吗？有事儿？啊，王源，你能不能出来一下？我有2句话要对你说。在这儿说吧。不太方便吧？妈，我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都结了婚的人了，离我们圆圆还是远一点，免得人家在后头嚼舌头。不是说不让你来这了吗？这个给你。你这又是干什么？这是你上次赔的医药费，
他还回来了。你不相信，你可以打电话问他。我那个朋友救醒之后，觉得很对不起你，他想让我当面向你赔礼道歉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王媛儿，过去这段时间是我不好，我原本是想帮你的忙，结果帮的全是倒忙，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，对不起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俩还是朋友，以后只要有我能帮得到你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，我尽量做到不帮倒忙，好吗？谢谢。那行，我先走了。圆圆，他找你干啥子？没得啥子。以后那种人还是少来哇。我结了婚的人了，还对你那么好，我看他没安啥子好心。妈，你就放心吧。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累不累？不累。还说不累？我看我的姑娘都快被晒晕喽！哎呀，凉快了。哎，爸爸，我渴了。渴了？来，坐我妈的腿上。渴了啊，好，来，去买水去。哦呦，老婆，你渴不渴？我不渴。慢点啊。哎，天天玩得多开心呀！不仅他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老婆，以前我对你和甜甜关心的都不够，对不起。我一直以为作为一个男人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挣钱，只要赚够了足够的钱，有了经济基础，家庭一定会幸福的。现在看来，我的想法太简单了。也不是，老公，我也有很多做得很过分的地方。老婆，真的，咱俩以后别闹了，好不好？太累人了。我跟那个王媛，我们俩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觉得这个小姑娘挺不容易的，而且我的心里确实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心理，我总想去帮帮她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知道，你们每个男人心中都有那么一点儿英雄主义，应该说叫英雄救美吧。可能是吧。老婆，我今天又去见王媛了。是这样的，上次我的朋友骚扰了她，害得王媛赔了5000块钱给她，所以我觉得心里很对不起她。我那朋友也觉得对不住她，所以委托我，让我把5000块钱代转给她。你能理解吗？我理解。真的。我没生气。以后不管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再瞒你了。该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我都会主动告诉你的。老公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想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只要你告诉我，天大的事儿都不是事儿。那你现在能彻底相信我了？行啦，我当时不是因为太生气了吗？我跟你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你是什么人我不清楚啊。老公，为了甜甜，为了咱们这个家，别吵了，好好过吧，好吗？没事。放开我。
生气呢？生什么气啊？哎呀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听我解释。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啊，韩文静，你对你最好的朋友都能这样，你对别人能怎么样？可想而知啊。等会儿，周小北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非常固执，他在这段婚姻里不幸福，他每天都非常痛苦。我只能这样做，他才能跟樊斌离婚。再说我跟樊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那你对小壮的手段我也领教了呀，令人发指啊！不是，小壮确实是我找出来的，我是你前妻的事确实是我编的，我只是想跟他开个玩笑，我想吓唬一下他。我怎么知道他会当真？我怎么知道这个玩笑会对你们造成那么大的影响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行吗？韩文静，之前我对你是半点都不了解，现在我可是对你一清二楚。你就是属于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我不是。小庄如果真的喜欢你，他为什么不信任你？如果他信任你，他为什么不来找你？如果他真的喜欢你，他完全可以来找你，当面问你，可以跟他解释清楚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一系列的误会。他根本就不爱你。再说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喜欢你。行了，我真不敢当。像你这种满嘴谎言的人啊，千万不要轻易说出喜欢2个字。你当初不是跟我说你也喜欢我吗？现在不是了，你所做的一切让我觉得不耻。轻点啊，键盘都让你给敲瘪了，哎呦！还为韩文静的事儿生气呢？别给我提韩文静，你说他是不是有病？他自己跟张晓峰分手，说我告的密，说我给搅黄的，我还没追究他跟樊斌呢，凭什么说我呀？这不是疯狗吗？你们这是狗咬狗吧？不许骂狗，再给我倒一杯。这，别生气啊！看什么呢？你看那房顶上那些纹路像不像一张张蜘蛛网？悄无声息，把这个房间发生的所有猫腻全看在眼里。这墙该刷了，都裂了这。哎呀，你现在是思虑过度啊！你现在把自己弄到死胡同里了，当务之急，马上别写了，跟我出去转转。你去吧，我不想去。你写不出来就现在别写了啊！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真不出去啊？嗯。听话别写了啊，早点休息。嗯。走了啊。嗯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最讨厌借有装疯，有话清醒的说。小北，你怎么还有钥匙啊？哟，这狗怎么来了啊？狗还问呢，你怎么来了？别动，坐下。小北，你是不是跟李李在一起了？樊斌，你赶紧回家吧，李蕊还在家等着你呢。我问完这一句，我就走。你是不是跟李李在一起了？对。行，你等着，我现在找他去。樊斌，你把钥匙还给我。
我爱跟谁在一起跟谁在一起，你管不着。别人我不管，他就是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谭明，你走吧，钥匙我不要了，明天我找人换锁。小薇，放手！小薇，咱们复婚吧。说你是个30岁的婴儿，还真没说错。真把婚姻当儿戏了，以为里面的人物都可以不生不死，就算死了，只要轻轻点一下鼠标，一切可以从头开始。樊斌，其实你心里比我清楚，我们之间永远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了。也是我说了你不信。世界上那么多人，我唯一想结婚的只有你。喝呀，弄这干嘛呀？Another word to check, another song for the radio. It is something, yeah. 文斌， But it's about 别喝了。 get personal. 怎么着啊？ Last night my 怂了啊？ she walked out with 你不是胆儿挺大的吗？你刚才喝了，我怕欺负你。哎呀，李李啊，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，喝了那么多场酒，谁欺负过谁啊？ 说吧，为什么跟小北在一起？小北现在跟你没关系了。怎么跟我没关系？你根本就不喜欢周小北。我喜欢他。你不喜欢，我知道。我一直都喜欢小北。你喝多了吧？你有点语无伦次了，我追一杯吧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一点都没喝多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咱们俩认识多少年了？你说，这么多年我是不是把你当好兄弟？是不是？把你当好兄弟、好哥们儿、好同事，是不是？哎，文斌，听我说一句话，你是我好哥们儿、好兄弟、好同事，你还是我好师哥。小北以前是你的人，你没有珍惜，我一直想跟小北好，我们俩现在好了，我很高兴。你作为我的朋友，作为我师哥，你应该祝福我，祝小北幸福，祝我幸福，你自己也会幸福。你们俩都幸福了，我还能幸福吗？啊？你是想让小北等你一辈子吗？你离婚了，
你觉得你现在说这些话还有意义吗？我们俩离不离婚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李李，我告诉你，你泡谁都可以，你跟谁在一起跟我没关系。你不能跟周小北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不行啊？不行就是不行，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起？服务员，再来一打啤酒。两打。干嘛约这儿啊？这个小北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我准备把这租下来。这能干什么？嫌小啊？凡事不大。我准备要开个旅行社。开旅行社？啊，赶紧给我想个名字吧。走，进来看看。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想起开旅行社来了？我就那么一想，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干，总不能闲着呢，试试。你懂旅游吗？不懂啊。那你干得过那些黑导游吗？干不过。那怎么想起开旅行社来了？我们家有个亲戚啊，就在老家干旅行社，干得特好。我想大连市场这么大，应该不会差吧？我告诉你啊，那可不一定。啊，再说了，咱们俩顺带脚还可以环游世界，多好呀！嗯，幼稚。两个人出去玩是挺好的，可你要把它当做一种职业吧，那就不太好了。哈，你怎么什么都懂呢？我考过导游证。你连这证都考过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导游证好处可多了，好多景点都免票。不，你这典型钻国家空子哈！哎，我大学实习那一年，我还干了1个月导游呢。啊，那真不是人干的，特别累，每天起早贪黑的。然后你心里有事儿吧，还不能表现出来，还得陪人笑，挺没劲的。完了，旅行社开不成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真想自主创业啊？必须。那你想干什么呢？我就想开个小店儿，不用赚太多钱，够咱们俩花就行。哎，我突然想起一个。哎呦想！哎呀，你还装！我突然想起一个地方来，离这儿不太远，老板正在转让，生意特别好。是吗？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哎，那地儿干嘛的？哎呀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回来了，伯母啊！哎，怎么提个箱子干什么？啊，我出差。出差？那小峰知道吗？知道，我给他打过电话了。啊，要出去很久吧？拿这么多东西啊？对，可能这次时间会长一点。一个人在外面可注意安全啊。早晨可别忘了吃饭，早晨不吃饭身体可不好啊。我知道，不能照顾您了，伯母。我先走了，不然我赶飞机来不及了。伯母再见，你保重啊！注意安全啊！
走了啊。嗯。老板。哎呦，这么早过来喝酒啊？没有，哪能啊？今天没什么事儿，带个朋友过来看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哥。那我让他进去随便转转。啊，好的，行。你去吧。啊，来，小北坐。啊。好朋友。是挺好的。挺般配的。别废话。他最近没什么事儿做，想过来看看你这儿合不合适。要合适的话就可以接手。那好啊，要是你们接手的话，我会更放心的。要是我们接手的话，你的转让费是不是可以少点啊？那哪能呢？现在不实行宰熟吗？太现实了吧！我没跟你开玩笑。真的？真的。我觉得这地儿还真挺不错。真的？你真喜欢这儿啊？我理想就是开一个小酒馆，来的人呢都认识，大家慢慢成为一个朋友圈，没事在一起聚一聚啊，喝一点啊，钱不需要赚的很多，够咱们俩花就行。你倒挺看得开的。按照你这么说，没过多久就关门大吉了。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我这辈子都不做守财奴。我同意，快乐就好。你这叫穷大方。你说这地儿这么好，老板怎么不干了啊？他们全家都移民了，现在着急出国。哦，这地儿还挺大的，装修还行，就是有点旧，估计不少钱吧？没有，我当时问过了，其实不贵。老板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，他想他走以后还希望有人把它继续经营下去。你要是喜欢，要不然先把它签下来，钱慢慢凑呗。干嘛？择日不如撞日，谈谈吧。现在啊？那行吧。走。来了。文静，你在家？哎，张叔，妈，张叔来了。哎，请进。老张来了。你好，快坐下坐下。来，我给您倒杯水。好。最近挺好啊。还行吧。我今天来想跟你说说老韩的事。老韩的事儿，我听都不想听。张叔，您喝水。您跟我说，我受得了。你爸最近出了点经济问题。经济问题什么意思？经委啊，你爸叫纪委找去谈话了，牵扯到贪污受贿、滥用职权，可能要坐牢啊。具体什么情况啊？听说挺严重的。怎么严重？据他们讲啊，可能死刑都有可能啊。妈，文静，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我爸当真是出事儿了。我妈一听说我爸出事儿，立马就晕倒了。阿姨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在打点滴呢。我妈的身体应该没问题。关键是我爸，爸的事怎么办啊？愁死我了。文静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跟我说说啊！怎么了？你陪我出去待会儿吧，我快闷死了。前段时间我一直误会我爸。有完没完？你别敲了！你再敲信不信我报警啊？不是你报什么警啊？我是王源。怎么是你啊？哎，小北，小北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，出事儿了！哎呀，没事儿，你一定得坚持住，
生老病死，我们每个人都能遇到，只不过你比我们提前了一步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乌鸦嘴！不是你妈，不是我妈，是韩文静她爸。爸去世了，平时身体不挺好的吗？周小北，你嘴上积点德行不行？韩文静他爸出事儿了，因为经济问题被双规了。你也别太紧张了，我大概在脑子里飞速的过了一下，可以排除2种可能性。哪2种可能性啊？第一，是凭韩老爷子的位置，经手的数额应该不够达到判死刑的程度。我也觉得没那么严重。第二，经济案件虽然是刑事案件的一个分支，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他在里面受不了什么皮肉之苦。哎，你怎么对这个这么清楚啊？你忘了，我爸是检察院的。哎呦，我从小就耳濡目染，多少还是了解一点情况。现在最忌讳的就是两眼一摸黑，上下打点，到处塞钱，于事无补不说，有可能还起到反作用。你赶紧去告诉韩文静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案件到底是什么性质，再做定夺。那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我敲门那会儿，你骂谁呢？樊斌，他来找过你了？他还有我们家钥匙，一喝醉了就过来闹。小北，你说你们俩还有可能复合吗？我去找韩文静。放屁！文静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不要一意孤行，你听听大家怎么说，对你没有坏处。再说小北能害你吗？能啊！我为什么要听他的？我凭什么要听他的？我听谁也不能听他的。他这种人就属于典型的猫哭耗子假慈悲。我现在打电话骂他，气死我！你给我！哎，你拿我电话干嘛呀？他能接我电话吗？我不是王源，你给我死一边去吧，周小北！我最讨厌你这种人了。你别以为你关心我，我就会感动。我想到你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我韩文静求谁也不会求到你头上，你放心好了。看什么看？你看我这生气。韩文静果然没有听我的，第二天一早就提着钱打了一圈通关，不管有用没用的，只要能找到的关系全都找了。2天下来，送出去的钱不计其数，有的收了，有的没收，收了的含含糊糊，到现在也没有个准确答复，更多的是没收的，不敢，都怕惹祸上身。平时见了韩文静点头哈腰，生怕巴结不上的态度一下子全变了，翻脸不认人。稍微有点人情味的，还跟他客气几句，说句不好意思，实在帮不上忙。很多都推脱不在家，连电话都不愿意接。韩文静急了，一家一家登门拜访，有的还开门寒暄几句，一听来意就找个借口匆匆送客。有的看见韩文静跟看见瘟疫似的，直接躲在门外，干脆连门都没让进。哎，王叔，你不用送我了。这个你还拿？哎，不行不行，王叔，你听我说啊，我是该找的人都已经找过了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才来找您的。你是我最后的出路了，你这个小礼物也不算什么，你一定要收下啊。你爸的事儿，你要相信组织上，他如果没有问题，组织上是不会冤枉他。如果他真有问题，谁也帮不了他。我还听些传闻呐，说你找了好多人，还给人送了东西，甚至是钱。听王叔一句话吧，你要相信你爸爸，你这样做你不是在帮他，是在害他。好吧，文静，就这样了啊。王叔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也别太难受了。你说你再把自己给累垮了，你妈可怎么办？谁照顾啊？是吧？行了，别太难受了啊。喂，小北，你在家还是在医院啊？我跟文静在一起呢。他爸事怎么样了？他找了好多人了，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
应该是挺麻烦的吧？案子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吗？这官场上的那些词儿我也不明白呀。我听文静说是什么行贿受贿，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钱，领头的是个副部级。听说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出了点问题栽进去了。韩文静他爸是受的牵连，一起接受调查的好几个人呢都有牵连。进去的是个副部，韩文静他爸是个副厅，还是二把手，应该没多大问题。哎呦，文静现在急得都快疯了，见庙就拜，见人就塞钱，能托的关系是都托，能想的办法也都想了。你告诉他，该找的人得找，不该给的钱别瞎给，到时候再把自己给送进去。其实文静现在的心情我挺能理解的，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的，宁可错杀3000，也绝不放过一个，给自己留点希望嘛，图个心理安慰，总比什么都不做干等着强吧。得了吧，现在收钱不办事儿人多了去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哎，你说还找吗？哎，要不你给文静打个电话说一声呗？少来，韩文静的事儿我不管。喂，王伯伯，哎呦，是我呀，静儿啊。是啊，啊，您在三亚呢？哦，没事儿没事儿，这不是好久没见您了吗？想您了。您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过去看看您啊。哦，好嘞好嘞好嘞，行，那我等您电话了啊。好嘞，哎，拜拜。你给谁打电话呢？一个朋友，我让他托人问问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你说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啊？没事的时候拼了命的巴结，一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不是关机就是出差，真行，一点江湖道义都没有。估计是咱没找对人，所以一点实质性的话都套不出来。你说当时我为什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？你爸怕你担心呢。老头儿挺行的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跟万杰吃饭，老黄来送酒，那天我就觉得老黄不对劲了。我平时随便搭理他一下，他就高兴老半天。这特供的茅台，论价送，还生怕我不要。那天还是我主动给他打的电话，怕饭店里的酒是假酒，让他带2盆过来，我给他钱。好半天才拎了2盆过来，态度跟平时截然不同。不是他一开夜总会的，跟这事儿能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也做房地产啊，因为这事儿没少求我们家老头子。你说是不是他那时候就有风声了？他要是能提前听到风声，那我估计他能知道里面的内幕啊。把你们老板叫来，说韩文静有请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的老板现在不在。别逗了，打电话给他，我看见他车了。我们老板确实不在，他的电话一直也不通。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请你把电话留下来。黄子红，黄子红，黄子红，黄总挺忙啊。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告诉你，你大爷病了，在医院躺着，快死了。他托我告诉你，赶紧去见他最后一面。你要是听见了呢，就出来；要是没听见，我可走了。但你别后悔。没事，大家继续啊，继续！来，灯光一响，文静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！走，怎么回事？韩大小姐来了都不告我一声，赶紧拿酒去，给韩大小姐赔罪。我不是来喝酒的，你知道的吧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事儿，
可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。就是不说。大小姐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是一个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的人啊。可这事儿真的别逼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老黄，我韩文静是帮过你的人。我知道。行，就当我花钱买个消息，行吗？老黄。别，黄总，我真不是这意思。可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。说白了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钱是什么好东西？老黄，你做人不能没良心。你是不是以为你开了个店，生意挺好，你挺了不起啊？冷静。你信吗？今天晚上我让你厂子里所有人跟我低头。冷静，文静。别抢，都给我捡起来！什么呢？你走啊！别抢，收起来给我。老黄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我是韩文静。给我坚持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放心你，我跟着你过来看看。用得着我的时候跟屁虫一样，你张扬声连面都不敢露，这是什么？势利眼王八蛋！文静，你别这样，出了事情咱们想办法解决，你这样于事无补。真受不了你们人类的虚伪！你不要在这给我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找你周小北去吧。王源，别跟我做朋友了，我马上就一无所有了。都走了，周小北也走了，都走。周小北也走了，都走了。为什么？妈，爸，小北回来了，买这么多菜。哎，没事，我来。给我。樊斌呢？他出差去了，出长差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又出差，先逛逛。哎，你这买的可都是你爸爱吃的啊！啊，你这抽什么风啊？哎，你瞧你这话说的，我这难得回来孝顺你们，给你们做顿饭，怎么变成抽风了呀？我给你打下手啊！哎，妈，不用，你今天啊什么都不用管啊，出去坐着等着吃现成的吧。去吧。哎，别等我呀，快吃！尝尝。爸，哎今天咱喝点呗。好啊。妈，你也喝点吧。哎，爸，你快吃啊，尝尝味道做的怎么样？味道还行，就是慢了点儿，我都饿了。哎，您不饿能觉得好吃吗？来，您多吃点。妈，您别客气啊，自己来。哎，哎呦，哦，快吃！多吃点。来，你也吃啊。我也好久没在家吃饭了，要不然咱们碰一个吧。来，碰一下。祝您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。来。无事献殷勤，有什么事求我啊？说吧。瞧您说的，把我说的那么势利。我的女儿我还不了解吗？有什么事说吧。爸，我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有认真求过你吧？但今天有一件事儿，我真的必须得求你。我想来想去，没有人能帮我。
求你帮我。小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大事儿吧？不是大事儿，就是那个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。这件事跟我没关系，但是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就跟我自己的事儿一样，就跟您的事儿一样。行了行了，你说正题儿。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文静，你知道吧？韩文静嘛，你们整天腻在一块儿，怎么最近没听你说过她呀？出国了。对，她出国了，前一段。那个移民了？没有回来了，刚回来。她什么事儿？不是她的事儿，是他爸的事儿。那个他爸前2天因为一点问题被双规了。打住！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你不要掺和啊。不，怎么能不帮呢，爸？你将心比心，要是你进去了，那你指望我们帮你吧？肯定不可能，我不会出这样的事儿。你跟我妈也没给我生个兄弟姐妹，我跟韩文静就跟亲姐妹一样，我们都认识多少年了，掐指一算，都快半辈子了。什么大半辈子了？你才多大呀？你想想他妈，老太太刚从离婚中的打击缓过来，现在一听这消息，直接进医院了。老太太多可怜呀！爸，你将心比心，你想想，要是你进去了，你想想我妈。这么说，韩文静她妈妈是怪可怜的。爸，就这么说吧，这事要是办成了，我宁愿给自己折寿5年，不，10年我都干。你闭嘴！你胡说什么呢？什么折寿不折寿的？生命是最可贵的。我和你妈把你养那么大容易吗？你这简直是不孝啊！你是。爸，你别生气，我就随口这么一说。那我的生命重要，韩文静和韩文静他爸的生命就不重要了。行了行了，现在情况还不明朗，我去打听一下，你出去别乱说啊。谢谢爸，我就知道你是我亲生，不，我是你亲生的。看你哭哭笑笑的，像个神经病似的，去把脸洗一下子。不是爸，那个时间就是生命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咱们应该抓紧分分秒秒，争取主动，冲向胜利。好，我抓紧时间去问。你呢，告诉韩文静，让他们也不要太着急，着急也没用啊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樊斌最近忙什么呢？他还不是忙他的工作。爸，我这几天就让他过来陪你下棋，好吧？说话算数啊。行。那您说话也得算数。行，洗脸去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。哎，你爸呀，不是那种人。我们老夫老妻了，你说风风雨雨都过来了，他怎么突然就提出离婚呢？这我呀，是一点都没想到啊。是啊，老头藏得够深的。怨我，都怨我。行了，妈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再怨自己了。我爸不会有事儿的。你再这样的话，心脏病发了还得进医院。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我妈明天早上做手术，你别紧张，明天早上陪你去。文静昨天去找老黄了，怎么样啊？不但一无所获，还惹了一身的气。世态炎凉，人情不值钱。
我听文静说的挺可怜的，短短几天，看尽了脸色。他爸那帮老朋友就像说好了似的，哎，唰的一下态度全都变了。小北，你跟文静和好吧，何必呢？你们俩都挺关心对方的，但表面上装的跟仇人似的，干嘛呀？累不累啊？想让我跟他和好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待会儿约李李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桂儿，这么巧，你平时也常来这儿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来接我老婆下课。坐下聊会儿。你妈妈的身体怎么样？病好点了吗？马上要手术了。哎，你刚才说接你老婆下课，她现在正在学财会。哦，挺好，以后能到你公司帮忙。嗨，也不知道学它有用没用，反正总比闲待在家里强。哎，老婆在这儿呢。啊，我约了朋友跟他在这儿聊天，那个我刚才正要走呢，碰见彭总的。是我让他留下来坐着聊聊天的。真巧，又见面了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多保重啊。啊。上海学的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要还行，行还是行还是行？樊斌，樊斌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晚上吃什么？我就知道，一回来就这句，吃什么有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听说啊，附近开了一家特别好吃的日料，要不咱们去试试？都累了一天了，不想出去了。去嘛，离咱们这可近了。改天再说吧，今天就在家随便做点呗。要做你做。我做？对啊，我只会煮饺子。那吃饺子呗。可我不想吃饺子。那你还会点什么呀？樊斌，我又不是保姆，我跟你在一起也不是为了洗衣做饭的。从前在家，我妈什么也没让我做过，所以我什么也没学着。要做你做。我也不会，以前都朝北做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行了行了，出去吃吧啊。这还差不多。等着啊，去换件衣服。哎，合同我看了，没问题，签了。签了？今天下午去签的。顺利吗？太顺利了，老板人特别好，说咱们只要需要的，里面东西随便用，不需要的打个电话搬走。哟，你老板啊？那别，你是老板娘。走哟。Hello。你们怎么那么晚呀？给我妈买完饭，看她吃完，又陪她聊了会儿天儿。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李李，这个是王源，久仰大名。久仰你大名。我最好的朋友。这个是我发小，郑远东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听他叫我大名怪吓人的，叫我胖子就行了。别叫我胖哥吧，胖哥。来喝酒。你们俩什么时候摆喜酒啊？啊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可以赶个潮流，闪个婚什么的。闪？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也不算闪婚吧？闪婚？
我觉得特别合适。对呀，到时候我就婚礼主持啊，唰一闪，礼成了。看把你吓的，他们俩开玩笑呢。谁吓着？我知道开玩笑来。喝一个，喝一个。新婚快乐！早生贵子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小北这么快又找到男朋友了。有什么奇怪的？我觉得李李一直都挺喜欢他的。听说那时候小北已经结婚了。他们两个在小北结婚之前就认识了，认识很多年了。啊，我说我对李李这么投缘呢，原来她也是一个专一的人。什么叫也是啊？啊，胖子，这段时间多亏你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说这干嘛呀？我闲着也没事儿。你还在那儿卖酒呢？能不能不去了？为什么？那不刚出事儿了吗？你这要出大事怎么办？不值啊！又不是我一个人在那儿卖酒，卖酒的人多了，能出什么大事儿啊？再说我现在已经换了别的地方了。换哪儿了？老黄那儿，就是咱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地方，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一辈子忘不了。万一有什么事儿我搞不定，可以让文静出面。王源，我跟你说说你妈病那事儿。其实父母终究要比我们先走。当然，能痊愈当然最好了。可是要是不行的话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，我怕你受不了。我有心理准备。我现在就是生我弟弟的气。你说我妈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她连个面都没露。你给她打电话呀？打了，打通了，我又不能跟她说那么严重。她从小就跟我妈黏在一起，从来没分开过，而且那脾气又急。我怕她知道情况，受不了刺激，又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来。老小都是惯大的。那他电话里怎么说的？他每次都说过几天来，过几天来，可就是不见动静。你先别把他想太浑啊，他可能不知道你妈病情的严重性。对了，那手术的事儿，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？还有什么考虑的呀？我妈现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，如果再不手术，我都不知道还能活多久。正是因为你妈现在身体状况，再手术也是折腾啊。还有那手术对你们晚辈来说，经济上也是压力。经济？人都没了，还要钱干什么呀？我去卖酒图什么呀？我不就是图给我妈治病吗？我现在钱好不容易攒够了，我能不手术吗？我其实……你不要劝我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国王德纳瓦尔和他的朋友。樊斌，樊斌，樊斌，干嘛？叫你好多声，你点反应都没有。什么事儿？咱们这周末出去玩玩吧。去哪儿？找一个附近的城市去泡泡温泉什么的。哼，现在哪还有温泉啊？都热水。要泡你在家泡呗。你每天不是上网就是打游戏，再不就出去喝酒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？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我就受不了对我视而不见。哎，你给我！别玩了。那还不睡啊？啊，今天课堂上讲的再复习一遍。早点睡吧，别熬了啊。那哪行啊？
我这么多年都没摸书，都忘得差不多了。我刚才啊，本来是在卧室看，我怕吵你睡觉，所以我就到这儿了。这么较真啊？钱都花了，那不能白花呀。来，谢谢。哎，老婆，今天你碰见我和王源在聊天，那纯属偶遇啊。别解释，我知道你是来接我的。你不生气啊？我有那么傻吗？我找的老公有那么傻啊？明明知道跟别人约会，还找一个我能撞见的地方啊？哎，我去给你泡杯咖啡。哎呀，不用，我一会儿就睡了。你快去睡觉吧，快别跟我熬了，快，去睡。那行，我睡了啊。真没有啊？走了，我一会儿就睡了。行，别熬了啊。我知道了。圆圆，妈妈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明天早上就手术了，你咋个还不睡嘛？我以为你都睡着了嘞。明天上了手术台，还不晓得能不能下来。我怕再不跟你说，就来不及了。妈，你不要胡说，你不会有事的。这种手术人家做的多了，一个失败的都没得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，以最好的状态去做手术，晓得吗？妈妈来那段时间，让你受累了，妈这一辈子没见过啥子大世面。要是有啥子过分的地方，你不要往心头去哈。妈，我从来都没得怪过你。之前妈不想你跟胖子在一起，是不想你太辛苦了。我为啥子一点儿都不担心你弟弟？他再不行，他还可以到工地上去打工养活自己。他是个男娃娃，你不一样啊，你是个女娃娃。哎呀，其实这几年你寄回来的钱，妈妈都给你存在那儿的。就是怕哪天万一你有啥子事，这个钱就能派上用场。妈妈是穷怕了，不想你再做妈妈。妈，你不要再讲了，我都晓得。胖子心头肯定也恨我。昨天我看电视剧里头有句话。说丈母娘为啥子那么不好骗，那么不好对付？那是因为丈母娘已经上过一次当了。其实啊，那段时间我也看出来了，胖子人好，实在，对你也好。要是妈妈哪天不在了，你要能跟他在一起生活，妈也就放心了。啊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快睡吧。为什么不理我？别喊了，麻药还没过呢。那不早说。目前看来手术很成功，具体结果还得检查才知道。一会儿别这么多人，
别想被人恢复，先去病房吧。慢点，慢点，小北，慢点，小北，你们俩整天在这耗的都耗一上午了，回去吧啊！有事你给我打电话。打电话啊！哦，慢点啊！啊，你醒了？你弟弟呢？我给他打过电话了，他说过几天就来哈。你妈做完手术后，身体指标都很低，你要注意观察，注意陪护，24小时的陪护，病人身边不能离人啊。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。我先走。就这样，谢谢啊，不客气啊。王爷啊，你说这招有的没用啊？就是，你女朋友要是真的和别人好了，你这样子做，她就能回心转意。哎呀，放心好了，肯定的。只要你们几个等会儿装得流氓点点哈，吓一下他，然后我再冲出来打你们一顿，演一出英雄救美。嘿嘿，老子就不信他不感动，是吧？喂，姐啊，来了。哎，姐，我现在有事先不跟你说，妈你先照顾到哈，走。喂，哎，不准动手动脚了哈。哎，幺妹儿，跟哥去耍一下噻。要得，弄着做啥噻？走。这帮龟儿子老妈，王姨刚才打电话了，问你手术咋个样？他说这几天就过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没事儿，刚好路过这儿，上来看看你。随便坐吧。最近好吗？不好。怎么？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开门见山吧。文静，我有件事情想求你帮忙。很巧，最近我也一直因为一些事情在求人。是这样，你也知道，我妈她特别喜欢你。我跟你分手的事情，我一直都没敢告诉她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孝顺。她过2天就要回老家了，这2天一直在念叨你，想见你。让我陪你演戏呀？哎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让老人家高兴一下呗。你要是不同意，那就算了。既然是为了老人呢，行，我陪你去，算我以前欠你的。走吧。谢谢你啊。
妈，哎呀，阿姨来了，来，阿姨，来，哎呀，买了点水果。哎呀，又破费干什么？坐着。哎呀，孩子，我刚来你就走了，我这心里过意不去。我想是不是，我这个当妈的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合适，妨碍你们了？妈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就是，阿姨你别瞎琢磨了，主要是我自己太忙了。你看我自己爸妈都很久没见我了，我今天下飞机就来看您了。以前都叫妈，现在怎么叫阿姨了？啊？小峰说没结婚不让这么叫，没规矩。这个孩子叫什么都行。文静啊，最近是不是工作太忙啊？就是瞎忙，3天2头换一城市。等我忙过这一阵儿，就跟以前一样了。文静真是个好姑娘。小峰啊，以后你可不能亏待人家啊。你放心吧，妈。阿姨，你放心，小峰对我可好了。回头他要是欺负我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替我收拾他。好。我知道您要走了，给您买了一个靠枕，您坐飞机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哎呀，又让你破费了，看看。都是小峰的主意，我也就是跑跑腿儿。哎呀，真好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别呀，我都买好菜了，一会儿吃完饭再走吧，好不好？对呀，吃完饭再走吧。好吧。好，我去做饭去啊！你们先聊，我帮帮您吧。不用，你们先聊啊！你们俩聊。坐吧。文静，今天的事情就谢谢你了。别客气，这有什么的呀？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应该去找你，可是我妈年纪大了，她临走之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再见见你。我是真是实在不想让她失望。你妈人多好啊，善解人意、通情达理的，人又很温和。以后找个好女朋友就结婚吧，给她生个孙子，让她开心开心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对。咱俩的事儿今儿就别提了，我只想跟你说，趁你妈妈还在，多陪陪她，多孝敬她。等你将来有一天什么都无能为力了，再感到惋惜。我也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的。关于我们俩呢，如果以后见面了，咱能打个招呼，点点头，微微笑，我就知足了。不是你怎么了？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儿，今天什么都别说了，就陪你妈妈好好吃个饭，好吧？阿姨，我来帮帮你啊！哎，不用，来，我来。哎，你们聊吧，哪这么多啊？哎，行，我自己买就摘了。好。你少来啊，丽丽，我最近忙着呢。哎，对了，你那酒吧转租手续办怎么样了？哎，你稍等一下。我们家来客人了，先不跟你说，过会儿再给你打。你来找樊斌的？我们俩离婚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现在已经不归我管了。我不是来找樊斌的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我在外面等了你很久，看到你进来，你不介意我进去坐一会儿吧？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来了，上次来你也不是没跟我申请吗？进来吧。天啊，它真可爱！多大了呀？4个多月。它是什么狗？金毛。啊，我特别喜欢狗，尤其喜欢金毛。是啊，有时候狗比人靠谱多了。我之前听人家说，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对啊，这段时间樊斌不在，一直都是他陪着我。
就差同吃同住了。你最近挺忙的吧？还行。你们家挺舒服的，风格挺怀旧的，都是你不知道，都是樊斌弄的呀。他没告诉你吗？你今天过来应该不是跟我讨论装修风格的吧？樊斌这个人呢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挺怀旧的，可其实不是这样。这应该你比我了解多了。你别误会啊，我知道我这么来找你是挺冒昧的，你心里头指不定怎么骂我呢。换了我也会这样的。我本来是想给你打电话的，但是我又怕你不见我。那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我来就是想找你聊一聊樊斌。我最近突然觉得，我一点都不了解他。你不了解我就了解了，你最起码还是现任呢，我这都前妻了。对不起，小北，你是不是特别介意啊？我就知道我不应该来，我还是走吧。算了吧，来都来了，那就聊聊吧。你是不是就是想知道我跟樊斌怎么认识的，怎么相处的，拿来给你做个前车之鉴？那我如果告诉你我跟樊斌的事儿，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告诉我你们俩的事儿？2年前，我跟了一个加急老头，他比我大2轮，他每个月都会回来看我一次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年。有钱吗？不知道。那你这不是傻吗？人家有钱没钱你都没弄清楚就先委身了，还1个月1次，挺规律的。我熬了2年，好不容易熬出头，老头跟他老婆离了婚，叫我过去入籍。我在出国之前去了一趟北京找我哥，就是在那会儿我认识了樊斌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觉得跟樊斌挺聊得来的，我们就在一起待了几天。几天之后我就走了。可是到了加拿大，我才发现那老头根本不像他说的那么有钱。我在那边又一个朋友都没有，跟他也没有共同语言。最后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我就自己回来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跟樊斌好了。但是这一次，我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处处躲着我，而且他经常喝得烂醉，并且我不能在他面前提你，一提就跟我急。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就本能的想到了你。你知道樊斌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吗？我觉得是一种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情绪，不甘心。人多多少少都有点犯贱的心理。一个一直以来想达到的目的，突然变得被动了，就不具备吸引力了。其实樊斌人挺好的，真诚、热情、洒脱。你也挺好的，爽快、勇敢、漂亮，你们俩挺合适的。祝你们俩幸福。千万抓住了，别松手。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。别谢我，其实我也就给你套话呢，没安什么好心。没关系，彼此彼此嘛。不过小北，我其实挺欣赏你的，我特别希望你能成为我嫂子。你跟我哥挺合适的。你嫂子？你哥是谁啊？不会吧？你不知道啊？我哥，李李啊。妈，快抱着！我们叫大夫。医生，医生，快看看病人的情况。情况不好，准备抢救。
那个李李不在啊？你怎么阴魂不散啊？李蕊昨天是不是来找你来了？找了怎么着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小北，你听我说，我们重新开始吧，好不好？妈，我妈她怎么样？体内出血，暂时脱离危险了。不过，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就不好说了。谢谢。吉人自有天相，你别担心，没事。没事了，还在睡，脱离危险了。你来让你吃饭呢吧，赶紧吃点饭去。哎，快吃点饭去。你胃口。小北，带王源出去透透气。啊，行，走吧，出去透透气。去吧。那你看着啊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手术后出现这种反应是正常的。你现在就应该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才有精力去照顾你妈。你太生气，又不是你妈。我跟李李绝交了。你们俩又怎么了？他看见我跟樊斌抱在一起，走了。是误会吧？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叫回来呢？叫回来有什么用？现在也是分手，叫回来也是分手，不都一样吗？他肯定以为你跟樊斌又和好了。让他误会去吧，我也懒得解释了，要不然俩人又得吵，弄得大家都筋疲力尽的。我最不喜欢误会了。我不喜欢的事儿多了，你还记得那蕊蕊吗？写粉色纸条那个，樊斌现在的女朋友。你知道他跟李李什么关系吗？她是李李的亲妹妹。不说这些了，走吧。业务员呢？都走了。走了？为什么？昨天走的，他们都说最近接不到单子，也拿不到提成，工资太少了。最近家里一团糟，所有的事儿我都顾不上，辛苦你了。怎么会接不着单子呢？不是把所有意向客户的资料都给他们了吗？本来是有2个合同都要签了，可是什么？一听说你爸出事儿了，立刻就撤单了，定金也退回去了。他们还说什么？说你之前都是靠着你爸的关系才接的那些单子，现在树倒猢狲散。姐，你别生气啊。文静姐，洪总来了。你还有脸来啊？来求我们家帮忙啊？不是，我就是来看看。看什么看？我们家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是不是也想奚落我说我办这工作室靠我爸关系啊？不是，我没。闭嘴吧没你，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文静，你这工作室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我一定尽力。用不着，不用，滚！砸完了。这是上次你在我那厂子扔的钱，我都给你捡回来了。哎，慧儿，赶紧捡钱去呀！文静，你也别生我的气，这事儿啊，真不是我们说想帮忙就能帮上的。你看，我就是个生意人，明哲保身，见风使舵，这都是生存的原则。你说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不算朋友吧，也得是熟人了。哎，
我这真是有心无力啊。姐，你别生气了，现在生意人有几个不现实的呀？他能把钱给你送回来已经不错了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你要是也想走，我不怪你。姐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只要咱工作室开着，我就跟着你。别生气了。行了，都给我等着！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，我韩文锦不靠任何人也能活着。哎，你好。您来一份吧，谢谢你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你要一份吗？来一份吧。先生，我该回去给我妈做饭了。你快回去吧。你也回去吧，跑了一天，你够累的了。没事儿，这会儿人流量挺多的，我再发会儿，全当是健身了。你快回去吧，一会儿阿姨该饿了。辛苦你了。谁送的水果？来，再来一口。哎，好样的。吃不下去。我知道我做饭不好吃，我就这能力。但是大夫说了，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吃东西真不行。再来一口好吗？再来一口。哎，好样的。妈，那厨房水果谁送的啊？小北买的。周小北。他下午来了，买了一大堆水果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哎呀，小北这孩子也不容易。你说刚刚结婚就离了，哎，你说他俩到底因为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为什么呀？他一天到晚神神经经的，管他呢。再吃一口，最后一口，快，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，来。我去洗碗了啊。喂，万姐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唉，惨淡呐！你们服务业还分淡季旺季啊？金融危机啊，本来生意就不好，又多了那么多的竞争对手。哎，对了，这事儿你不用问我呀，问你那朋友就行了。那叫王源的。问王源什么呀？我同行。哎，他上次去北京是去做业务的，人家可是白领。得了吧，谁不是做业务啊？我不是说那天，我是说后来，他不是让我给他朋友介绍工作吗？其实那工作就是给他自己介绍的。什么工作啊？还能什么工作呀？卖酒呗。前段时间呀，我去你们那儿见着他了。这姑娘真厉害呀，八面玲珑的，酒量又好，真是个天生的公关胚子。现在混的那是风生水起呀，她提成拿的比谁都高。不可能，你肯定看错了。我了解王源，肯定做不出这样的事儿。我是干什么的？我的工作就是认人。真不可能，王源要真那么豁得出去，10个朋友会早拿下了。
我跟你说啊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虽然长了一张可以做狐狸精的脸，但是绝对没长做狐狸精的心。行了，但愿吧啊。好，拜拜。今天怎么了？怎么都莫名其妙的？女王驾到！文静姐，今天真漂亮。那当然了，职业女性嘛。客人来了没？一会儿就到了。唯一的机会一定要拿下，一会儿带到我面前来。嗯。公司环境不错。这是我们经理，这是左先生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姓惠，我姓韩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好好好。阿惠，拿点水果。是这样，公司啊，下个月想做一场以企业为名义的选美比赛。这个选手都是企业内部的分公司员工，没经验，所以想让你们对他进行一些形体、礼仪，还有什么各素质方面的培训。没问题。你们这方面有经验是吧？太有了，这你可以放心。请用水果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看来啊，我是来对地方了。可不可以叫你们的那个培训师跟我出来见一面，聊一聊？培训师？对呀。您看我行吗？您就是培训师啊？对呀。您亲自授课吗？对呀。我们工作室对于一些重点客户，向来都是我亲力亲为的，保质又保量，为的是跟你们有长期和良好的合作，这点你就放心吧。那行，我们公司啊也正想借助这次机会来提升一下公司形象。太应该了，交给我吧。好，那我放心。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剩下的具体问题，我让公司的财务跟你对接一下。这都是小事儿，您的事儿才是大事儿。不过要快点，我档期还挺满。是吗？那行，我回去马上分配给他们。好嘞。好，那咱们就这样啊。真爽快啊你！行，那我先走了哈。好，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好，谢谢。文静姐，他们要做什么培训呀？选美。选美？那咱们是不是要请个培训师？不用，我亲自来。啊？啊什么呀？可是你没有相关培训的经历呀。怕什么呀？现学现卖呗。哼，还有我韩文健搞不定的事儿呢。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怎么了？病人的病灶出现转移，也就是说，已经扩散了。不是已经切除了吗？怎么还会这样呢？淋巴癌术后复发的风险一向很高，手术后并不代表治疗的结束。你比如说像手术不彻底呀，过后有没有及时的巩固治疗，还有术后护理不佳吧，等等这样一些原因都会引起复发。